有冇諗過喺機背拍兩下咧，可以成為一個翻譯嘅高手？無論英文、日文、韓文、泰文都好啦，只要你睇唔明嘅語言，佢都可以一次過幫你翻譯。但係只要設定一次之後，你上網睇 Apps、App 或者一啲文件都好，佢都可以即時幫你翻譯，而且唔使用 Apps，唔使 copy and paste，係咪好方便呢？首先搜尋呢個捷徑，右上角加號，然後拍攝螢幕字圖，然後就文字，截取文字，跟住就翻譯文字，然後改做繁體，然後就顯示內容，然後改返一個你自己容易記得嘅名，咁個設定就完成㗎啦。咁跟住就揀返設定，一般輔助應用觸控，機背點按兩下，拉到最低，揀返高手翻譯，然後背脊敲兩下，咁就翻譯完成㗎啦。係咪好實用呢？咁你大家記住 save 低，然後 share 俾你啲朋友啦。咁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。咁記住 like 同埋 share，之後會有更多手機嘅教學㗎。